弹琴的是你，是我。听你的声音不像是这里的乡音。我是从远方来的。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小弟，你不是要做名吗？请坐。是。小弟，你要算谁的名？我要算的就是西沙王子的名。王子，小弟，你是他的人。不必告诉你。也好，那么说明吧，请进。问表弟你为我要算赢，我曾自
闻小姐王子醒来，王子明。闻小姐他是后年后夜后日生。若兰本是王子明，自称八字必王子今年19，好青春。10月突然迎日生，12早中奔走龙，闻小姐率命令，莫非聪明儿，地上王中好子弟，父母忠言子身法，亲子鸟别平地风不起，安大旁边照不赢，一家不弱不分离，四娘中兵金王子，他从宝剑之下逃出去，光阴流逝用一股一记过去。
我是从命里算出来的。那么，那公子叫什么名字？公子的芳名叫现在无波山，正从正中分两头，相压明灭，看来是叫别同我。皇上平时没反正，一种人变作两种人。皇子桥上在这铺，那今日做法你多嘴，来龙龙凤龙后，天翻地不亏人人，王子两眼看不见。像我一样的下了。你的眼睛怎么会下的我不知道。那么，那公子你，那公子才挖去漂绿，
共翻去皇宫，人面桃花心悲伤，这天依然宫门望，到夜里坐上相思忙，一觉醒来无声音，已有人欲到红场，他是有一切顾忌非王子，只落得情深凄切心的伤。于是他桥上改扮离糊涂，风看流说不知当，赶紧把那三姑堂为少穷子漂子上。他们有事，他遭到了公子，那王子他是天希望，万希望，真希望找到公子苦藤上，才知道相见巧日不相生。罗兰的名字永不
为生。